今节讲四变八空三11节，但系上帝嘅爱，强烈天安果在地球面里的，家嘅爱十分大，对于隆重人尊崇佢嘅，对于隆重人写上帝嘅，家嘅爱强烈天安果对于切家，那上帝十分写切家，四变。八空三12节咁樣講到，從東片及西片按人設家嘅錯處嘅上下，嗱意思咪計上帝唔會看自己嘅錯處，佢又唔會記得自己嘅錯處，不過上手東片及西片按人，嗱因為到上帝寫設家，家嘅寫佢話顯出本設家，佢睇家嘅按那，就係按照耶穌基督。嚟到世間死了在十字架，為了每個人得到相信佢，得到永遠嘅生命，因為佢十字架，佢唔係十字架得到滅亡。詩篇803 13節咁樣講到，從日日爸爸寫嘅字5樣人，7樣人上帝嘅寫，對於人人忠誠佢嘅，人人相信佢嘅。嗱，我係講隆重兄弟姊妹聽，可能世間你喺度，一個爸爸，一個媽媽，一個兄弟，一個丈夫，一個輔導人，一個寫，唔叫寫你知道，但係我係講隆重兄弟姊妹聽，下呢日就上帝按照耶穌基督嘅名，一個寫，千萬對於隆重人尊重佢嘅，對於隆重人愛佢，相信佢嘅。一個寫唔識切家嘅錯處，佢拗到在東邊及西邊嘅人，因為咗一個愛，從一天下人高，從一天下人大一個愛，對這個人類，上帝耶穌基督祝福大家，阿門。